各位朋友，今天要给大家分享一个100岁国医的祖传养生秘方。这个秘方不用花大价钱买人参、燕窝，只用菜市场里最常见、最便宜的南瓜，再搭配厨房里一样不起眼的东西，养生功效甚至比很多昂贵保健品还厉害。它能护血管、明双目、养肠胃，还能帮你安安稳稳睡个好觉。很多人只知道南瓜软糯好吃，却不知道它藏着平民养生王的真面目。今天这个视频，我不仅要揭开南瓜深藏不露的3大核心功效，还会把3个让南瓜效果翻倍的黄金搭档秘方，5个绝对不能犯的搭配禁忌，一次性讲透讲明白。可能有朋友会质疑，南瓜不就是个普通瓜吗？怎么这么神？这可不是夸大其词。全世界权威营养学期刊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曾发表过一篇重磅研究，科学家跟踪10几万名中老年人长达10几年，发现每天坚持吃100克南瓜的人，心血管疾病发病率比不吃南瓜的人降低了32%，这个数字相当于每天坚持走路1小时的保护效果。南瓜的3大神奇功效藏着长寿密码。功效1：心脏的天然守护神，血管的首席清洁工。老年人上了年纪，最怕的就是血管堵塞变硬，就像家里用了几十年的水管，容易生锈积垃圾。而南瓜里藏着的血管清洁工，就是富含的果胶。你可以把血管里的坏胆固醇、油脂想象成厨房水槽里的油腻垃圾。南瓜里的果胶就像一张超强吸油纸，进入肠道后会主动把这些垃圾紧紧包裹住，不让它们被身体吸收，直接通过排便排出体外。垃圾少了，血管自然通畅干净，患心梗、脑梗的风险也跟着降低。功效2：双眼的营养宝库，老了也能看得清。人老了最怕眼花，看不清报纸，认不出熟人，生活质量直接大打折扣。南瓜那一身漂亮的金黄色可不是白长的，那是它富含贝塔胡萝卜素的荣誉勋章。这种成分进入身体后，会自动转化成维生素 A， 它是视网膜感光物质的核心原料。没有它，眼睛就像没了胶卷的照相机，啥也拍不清。更厉害的是，南瓜里还藏着2个眼底保镖，叶黄素和玉米黄素，它们就像身体自带的天然太阳镜，专门驻扎在眼底最重要的黄斑区，过滤伤害眼睛的有害蓝光，预防老年性黄斑病变，让你到老都能眼明心亮。功效3：肠胃的温柔医生，养胃护肠不刺激。很多老年朋友都有肠胃困扰，胃酸、胃胀、便秘，吃啥都觉得不舒服。对于这些问题，南瓜简直是天赐的礼物。首先，南瓜性温，不寒不燥，特别温和，不会刺激娇嫩的胃黏膜。其次，它里面的果胶煮熟后，会在胃壁上形成一层滑溜溜的保护膜，就像给胃贴了层创可贴，把胃酸隔离开，让受损的胃黏膜安心修复。我经常建议胃不好的病人，每天早上喝1碗南瓜小米粥，小米养胃，南瓜护胃，双管齐下，效果特别好。另外，南瓜里的膳食纤维还能像肠道推拿师，促进肠道蠕动，帮助排出毒素和宿便，预防便秘，让肠胃越动越健康。注意，南瓜不是吃越多越好，适量搭配才是关键。可能有朋友会说，既然南瓜这么好，我天天吃，顿顿吃，越多越好。答案是不行，任何好东西都要讲究适量和搭配。一般来说，每天吃100150克南瓜就够了，大概是自己手掌大小的一块，过量反而可能导致腹胀、血糖波动。而更重要的秘密是，找到南瓜的黄金搭档，强强联手，养生效果能直接翻倍。南瓜的3个黄金搭档，秘方及搭配效果翻倍。搭档1：南瓜，新鲜百合，天然安神方，到头就睡。很多老年朋友都有失眠困扰，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心里像揣着一团火，烦躁的不行。这个搭配绝对能改变你。为什么这么神奇？失眠就像心里有团心火在烧，让人焦躁不安。百合在中医里被称为清心之药，就像最高级的灭火器，能把这团火浇灭。但光灭火还不够，得有温暖舒适的环境才能睡着。南瓜就是暖宝宝，性温能健脾养胃，让身体从里到外都暖和舒服。一个灭心火，一个暖脾胃，给
给焦躁的身心安个温暖的家，觉能睡不好吗？制作方法超简单，南瓜切小块，大米淘干净，新鲜百合掰成半洗净。先把大米和南瓜块下锅煮粥，等粥块煮好的最后15分钟，加入百合继续煮到软糯就行。每天晚饭后喝1小碗，坚持一段时间，你会发现入睡变容易了，睡眠也更沉了。搭档2：南瓜、山药、固本培元双补方，脾肺肾全养。这个组合是我最推崇的，被很多国医大师誉为补益3宝，能上补肺，中补脾，下补肾，特别适合身体虚弱的朋友。在中医看来，身体的健康有2个根本，先天之本是肾，像手机原生电池，决定底子厚不厚；后天之本是脾胃，像充电器，把食物转化成能量。山药的神奇之处在于它是少有的能脾肾双补的食材，而南瓜又是保养脾胃的顶级专家，两者结合相当于既补了原生电池，又加强了充电器功能，特别适合身体虚弱、食欲不振、容易腹泻、腰膝酸软的朋友。分享国医大师秘方，已故国医大师邓铁涛教授生前超爱这道南瓜山药盅。做法：选一个手掌大的小南瓜，1小段新鲜铁棍山药，山药去皮蒸熟，碾成泥，南瓜顶部切开，掏空籽，做成南瓜盅，把山药泥填进去，盖上盖子，上锅蒸30分钟，直到南瓜软烂。吃的时候可以淋点蜂蜜或撒点盐调味，口感绵密香甜，消化不好的老人也能轻松吃。搭档3：南瓜、红枣、黄金美容汤，脸色红润不显老。这个组合有个好听的名字叫黄金美容汤。如果你希望70、80岁还脸色红润有光泽、没斑点、血管通畅，这道汤绝对不能错过。它为啥能美容？红枣是顶级补血高手，民间说1日吃3枣，100岁不显老。它负责生产优质血液原料，而南瓜是高效运输队长，能健脾养胃、促进代谢，让新鲜营养的血液顺利运送到全身，尤其是脸上，气血足、代谢好，喝下去的每一口汤都在为健康和美丽加分。制作方法最简单，南瓜切块，红枣洗净去核，怕甜可以不去，一起放入锅中加水煮，大火烧开后转小火炖，1520分钟，根据口味加一点点冰糖调味就行。每天喝1碗，坚持下来，你会发现脸色变红润了，整个人也更有精神。别扔，南瓜籽是健康金豆，功效比南瓜肉还强。很多人吃南瓜时会把里面的籽一掏就扔，如果你也这么做，可就扔掉了真正的宝贝。南瓜籽看似不起眼，实则是小小的健康金豆，某些营养甚至比南瓜肉还高。南瓜籽的3大神奇功效：男人的前列腺守护神。最新研究发现，南瓜籽含锌量极高，远超西瓜籽、葵花籽。锌是免疫系统的总指挥，而南瓜籽里的特殊抗醇成分能抑制前列腺增生，改善夜里频繁起夜的问题，对男性朋友太友好了。改善睡眠质量，南瓜籽富含色氨酸，这是制造快乐荷尔蒙、血清素的原料，而血清素又能促进睡眠荷尔蒙褪黑素的产生。睡前12小时吃1小把原味南瓜籽，能帮你更快入睡，睡得更安稳。保护心脏血管，南瓜籽含有植物甾醇，这种物质能降低血液中的坏胆固醇。每天吃1点，就像给血管做温和的大扫除，减少血管堵塞风险。食用建议：每天吃2535克，大概单手抓1小把，原味最好，别买盐焗油炸的，避免加重身体负担。可以当零食直接吃，也能撒在粥里、汤里，方便又营养。牢记南瓜的5大搭配禁忌，吃错反而伤身体。南瓜虽好，但不是百搭款，有些搭配轻则影响营养吸收，重则危害健康。这5个禁忌一定要记牢。禁忌1：南瓜、羊肉容易上火，羊肉性大热，温补效果极强，南瓜也属于温性食物。两者一起吃，就像在干燥的木头上浇热油，特别容易上火，出现口干舌燥、牙龈肿痛、大便干结等问题，尤其是体质偏热的人，一定要避开。禁忌2：南瓜、菠菜浪费营养。南瓜里含有维生素 C 分解酶，就像个营养小偷，会破坏菠菜里宝贵的维生素 C，造成营养浪费。
如果想吃这2种菜，建议分开做，或者先把南瓜煮一会儿，破坏分解酶后再放菠菜。禁忌3：南瓜、红薯、腹胀难忍。南瓜、红薯都是产气大户，富含膳食纤维，同时大量食用容易导致肠胃胀气、腹痛、反酸，尤其是肠胃功能弱的老人，千万别一起多吃。禁忌4：南瓜、醋，影响营养吸收。醋酸会影响南瓜中某些营养成分的稳定性，虽然不会造成严重后果，但为了更好的吸收营养，最好避免这样搭配。比如做南瓜菜时，别放太多醋，或者分开食用。禁忌5：南瓜、带鱼、鲤鱼等海产品。传统经验禁忌，这是传统医学中的经验记载，认为某些海鱼的成分可能与南瓜发生复杂反应。虽然现代研究还没完全证实机理，但老祖宗的提醒宁可信其有，建议分开食用，避免出现肠胃不适。最后3个实用提醒，让养生效果翻倍。适量是关键，养生不是猛吃一顿，而是细水长流。每天吃10万零150克南瓜，手掌大一块，坚持下去远比偶尔吃一整个效果好。糖尿病患者注意，南瓜虽有一定调节血糖的作用，但本身含有糖分和碳水化合物，糖友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计算分量，吃了南瓜就要相应减少主食，比如米饭、馒头的量，避免血糖波动。倾听身体的声音，南瓜虽好，但如果吃了之后感觉腹胀不适，说明可能吃多了，或者体质暂时不适合。任何养生方法都要以身体舒服为准，别硬扛。结语：平凡南瓜里的养生智慧。一个小小的南瓜，其实藏着最朴素的健康道理。真正的健康从来不在昂贵的补品里，而在我们身边的家常便饭中。我们需要的不是花大价钱买保健品，而是一双发现平民宝贝的慧眼和一颗愿意为健康付诸行动的心。从今天起，不妨给餐桌加一块南瓜，试试这些黄金搭配，用心搭配每一餐，你就能成为自己和家人最好的营养师。如果觉得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，别忘了点赞分享给身边的家人朋友，让更多人知道这个平价养生秘方。我们下期再见。